最高上嚟之後，標準動作就係要攞筷子搞口佢，大家聽下，再聽下啲。寫咁靚啊，要寫咁靚。Encore 冇得拖，今日咧就帶大家嚟一間號稱廣州前3嘅啫煲店。我之前咧都嚟過幾次嘅，今次咧就帶你哋嚟啦。Let's go！ 好彩今日落雨咋，如果唔係平時全部都係人啊。入到嚟呢度係煙霧彌漫，全部都係啫嘅聲啊。要一個紫蘇腩，買一隻排骨，好長啊！你第一字，嚟多個啫牛蛙，2個8塊，幾瀟灑。呢次點咗個啫排骨同牛蛙，次次嚟都係點嗰個啫黃鱔，呢次揾翻啲新意思啦。嚟啦，啫煲上嚟，聽到啲聲都流晒口水啊！這個聲音實在是太美妙了。啫煲上嚟之後，標準動作就係要攞筷子搞佢。牛蛙表面啫到金黃，同埋嗰陣焦香撲鼻而來，粉絲食先啦。睇下啲肉質幾 Q 彈，呢煲啫牛蛙食落去鑊氣十足，醬料都非常下飯，但係個蛙肉醃得唔算太入味。第二個係紫蘇啫排骨，哇！呢個聲真係廣東有名嘅交響樂啊！但係呢個啫排骨啫出嚟嘅顏色冇牛蛙嗰種焦感啊。雖然大鑊氣嘅紫蘇真係好誘人，呢次嘅排骨食落去好重嘅冰箱肉味，所以排骨幫大家試過啦，可以唔點嘅。溫馨提示啊，佢哋屋企嘅特色蒸飯呢，每次一碗嘅份量都係唔夠嘅，建議大食量朋友呢可以點多碗嘅。又係光盤嘅一日啊！哇！呢條走廊小心行啊！呢次真冇甩拖啦，下次再會。